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比一般孩子遇到更多的困難。家長可以學習教養性孩子的技巧同方法，以協助孩子解決日常遇到的困難。特殊學習需要常見類別同症狀：一、智力障礙。具智力障礙的孩子思維能力較縝密、具體，而邏輯思考能力、記憶力、注意力、語言能力表達都較弱，難以掌握詞彙，發音不準，四肢不協調，缺乏自我照顧能力及難以主動參與社交活動。二、自閉症。跟別人缺少眼神接觸，社交發展較弱，而這些兒童對外界事物的興趣較單一，因此有自閉症的同學會有偏執的行為模式。三、專注力不足斜線過度活躍症。容易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注意力較散漫，經常手舞足蹈，活動量大，自制能力較弱，言語經常衝口而出，沒有耐性。四、特殊學習困難。讀寫障礙係常見的特殊學習困難，他們的口語表達能力高於文字表達能力，閱讀唔流暢，難以完全認得需要默寫的字詞，筆畫錯誤，將文字睇成鏡像，在學習時需要花費更多注意力。五、肢體傷殘。即是四肢有傷殘的孩子，他們的日常活動受到限制。六、視覺障礙，包括完全失明同低視力。七、聽力障礙。聽障學生的特徵大多係難以聆聽聲量較小的話語，難以觀看沒有字幕的影片，沒有助聽器時需要依靠唇讀。八、亞氏保加症，同屬自閉症譜系。幼年時期出現語言發展遲緩的狀況，缺乏社交的興趣和技巧，較易出現社交溝通困難，反覆進行重複的行為，局限於某種特定興趣。九、發展遲緩。一個或多個身體部分發展遲緩，譬如語言能力和智能及認知、語言表達含糊或語言理解能力弱、肌肉控制能力如平衡能力和四肢協調能力落後，溝通困難，難以表達自己所知所想。十、雙重特殊資優學生。智商超群，但同時具有一項或更多項的特殊學習困難，如書寫障礙、閱讀障礙、語言接受與表達障礙。第二類，資優兼具有自閉症、思想固執、社交溝通或控制情感的能力較弱。第三類，資優同時出現注意力不足斜線過度活躍症狀，經常忽略細節，粗心大意，容易分心，並且因自制能力較弱而經常手舞足蹈。讓家長認識面對特殊學習需要孩子應有的相處心態同方法。一、細心觀察，及早介入。家長可以觀察子女與其他孩子的不同，仔細觀察各自的行為表現，例如學習進度、成績、興趣等，也可以留意孩子寫字時的筆順及結構。二、保持放鬆，切勿過於緊張。家長在關注孩子的學習進度時，容易過於緊張，擔心因為特殊障礙而影響成績。如果孩子多次寫錯字，家長唔好大發雷霆，因為孩子不是故意的，只係能力問題。三、尋找社區資源協助。家長謹記心態要平穩，唔好獨自一人承擔壓力。唔知道如何教導孩子時，可以尋找學校或者社區資源嚟協助孩子。總結家長與子女相處時的心態。家長面對有學習障礙的孩子時，應該要理解孩子面對的困難，明白佢哋的需要。同時，家長在協助孩子追趕別人的步伐時，亦要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避免過度擔憂。若有需要，可以尋求支援同協助。